来看南投的消息，南投县信义乡东府国小顶礼拜被验出有2个囡仔幼稚园的囡仔确诊，停课1礼拜后，伫昨昏恢复上课。不过，因为家长真烦恼，所以讲呢，东府国小家长会特别的家己开钱买200几个快筛试剂，互家长陪囡仔进行全面快筛工作，互家长安心以外，嘛确保全校师生的身体健康。 虽然唔甘囡仔做快筛，家长嘛是真坚持。为了幼稚园的老师学生身体健康，家长会伫咧恢复上课的头一天，自费买快筛试剂。为什么姑姑头很痛啊？会不会痛？会。信义乡东府国小顶礼拜方验出有2位幼稚园的囡仔确诊，停课1礼拜了后，昨晚恢复上课。家长很担心，所以我们有卫生所来做我们幼儿园的。 快筛的一些检查。信义乡伫咧这波疫情，有真侪人是去外地游客传染，佮传互家己厝内囡仔，加上无满5岁囡仔无法度煮预防车，所以东府国小家长只好佮透过一排快筛检验来做进一步的安全确诊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